大家会当的竞速工作，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咱的记者会。没有啦，因为他这个有点在这是我头一届用台语主持记者会，我非常的紧张，足久无见啊，感谢大家来。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杨小丽，杨小丽感谢大家。今仔足欢喜看大家来参加咱微电影台语微电影创作评选的记者会。这微电影的“微”是啥物意思哦？其实“微”就是讲咧，摕镜头的点影师会当透过因的目睭，甲镜头内底的画面咧记录落来。第一届微电影评选活动呢，就是毋忘伫咧一个台语文化火把强要发起的时阵，会当鼓励咱侪少年人来做影音的创作，阁会当来学咱上水气的台语，会当互因感觉到迄台语文化的香味，嘛对台湾即个土地阁较认同。我家己嘛是有即款感受啦，因为我即马伫咧公司台语台有主持一个节目，叫做《公营倒转来》啦。毋过今仔日是我头一届用台语主持记者会，我非常的紧张，而且感谢我的台语老师，就是公司台语台的老师林淑琪老师，互我足侪帮助。我毋是足敖讲，毋过我肯学嘛肯讲。若是有啥物所在讲无好势，请大家多多包涵，莫笑伤大声吼。感谢大家。今仔日现场有足侪贵宾啊。其中咱主办单位公司对咱台湾的影视的发展非常的重要，毋仅是伫客语台，阁有台语台，甚至是足拼说伫咧推展咱台语文化的。说落来，咱的合作单位就是影委会，影委会嘛是有足拍拼伫咧拼说咱台湾影视的发展哦。毋讲是迄个剧本的评选啊，也是迄创造的用纸啊，也是拍影片啊，也是迄行销宣传，拢非常的专业，所以非常感谢今仔日的主办单位甲迄个合作单位的咧，互阮支持甲较好。你讲啥？歹势，就互我足侪支持甲帮助啦。好，所来，我会好好介绍今仔日各位贵宾啊。若是有介绍着恁的名的时阵，就请你甲大家拍一个招呼吼。头一个，我要讲恭喜啊吼。第一位要欢迎到的是台湾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的陈玉秀当属长，当属长你好。再来是恭喜台语台吕东兴台长，好，大家听着就欢喜。再来是财团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杨淑玲副执行长，欢迎。张义善副执行长，欢迎。再来是合作单位台北市电影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暨总监饶子娟总监，欢迎。感谢大家的帮助。好，接落来就爱好声甲伊吹落来，欢迎咱公司的董事长陈玉秀董事长就来讲话。主持人、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是今仔日真欢喜，有通伫即个所在相甲大家来参加即个真有意义的活动吼。我想即几年以来，大家会当看到咱伫台湾有侪真优雅而且有深度的节目，台语节目吼。阮公共电视呢，就因过对
伊真才培育都非常的重视。吼，阮为学生剧展、人生剧展，一直到新创电影，吼，都是一站一站一站，互少年人为少年开始有通参与工作，而且有通进步。阮即个精神嘛是甲伊传承到即个台语来，所以今仔日真欢喜有通甲台北市即个营委会到三甲到地来办即个美电影的比赛，吼。我想即个美电影的比赛3分钟，吼，3分钟要讲一个台湾的故事，不管是人还是土地还是事，拢是无简单的吼。咱伫即个真短的时间，要甲上感动的迄个故事讲出来。这嘛是提供互侪侪人有一个机会吼。若得奖以后呢，除了讲有20万的奖金以外吼，而且吼，伊的作品会当伫阮即个公共电视吼，还是伫营委会吼，还是伫台语台的即个平台上有通露出吼。我想这就是一个真大的鼓励，互你的作品有通互大家了解，而且嘛，互侪侪人知影你的即个才分。若是有即个导演，还是有制作公司看到我了，后摆就会邀请你啊吼。这就是一个机会。阮即摆还佫较欢喜，有通邀请到金马影后杨贵媚女士来担任咱的代言人。多谢你。最近伊伫阮公共电视嘛有一个节目，咱三个吼，我有看。阮三个讲毋对，阮三个吼，足趣味的吼。看着我足想要缀你去。我想这第一摆的这个比赛，由杨贵媚女士来担任咱的代言人吼，会当讲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而且嘛，足有民主的吼。期待哦，期待大家有通甲你的才华展现出来，来参与阮这个3分钟的美电影的比赛，吼，互咱大家有通了解到你身躯边别人毋知影，你知影的感动的故事，台湾的故事，用水的台语甲伊讲出来。伫即个今仔日即个时阵，我要尤其来祝福伫在场的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即摆大家拢保重，保重再保重，多谢各位。当时你有讲着今仔日啊，有邀请一个金马影后，伊今仔日真较少水的，所以带落来我好好介绍伊。等一下若是上台时阵，我会互伊尖叫甲掌声吼。好，嘿啊，金马影后杨贵媚小姐，吼。伊因为电影《无言的山丘洞》得到迄第6届、第13届新加坡的影帝影后，阁有电影《不散》得到2003年亚太影展的最佳女主角，阁有因为电影《月光下我记得》得到41届的金马奖最佳女主角，阁有伊嘛替迄电影唱迄个主题曲。阁入围迄金马奖的最佳电影原创歌曲，哇，实在是足厉害的。这是伊伫电影的部分，讲毋管是做歌手啊，还是做演员，还是做主持人啊，逐项拢有足好的成绩。刷落来咧，即期欣赏底片，等一下咱要来欣赏的哦，内底所有拢是台湾本土的品牌，就是 Made in Taiwan。毋管是衫啊，还是珠宝啊，还是导演，迄导演嘛是台湾足有名嘛，足有才情的叶天伦导演嘛来甲咱斗相共啊。佮有内底迄个足水的珠宝品牌叫做正珠宝，这珠宝嘛是 Made in Taiwan。台湾的本土的品牌，阁有迄内底的歌曲是知名音乐人傅娟小姐家己做的歌吼，傅薇，歹势，傅娟姐歹势你，傅薇姐伊会做这歌曲，作词作曲，阁有咧唱即条歌，嘛是互大家咱感受咧台语歌曲的美丽。阁有伊的迄个衫嘛足水的，迄个礼服是台湾的设计师苏少奇设计师所提供的，所以内底所有拢是台湾的精神嘛。希望会当透过即支歌，即个欣赏影片，
会当邀请大家来参加即届的评选活动。所以来，就来欣赏即支非常精彩的影片咯。小咪咪，微电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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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哦。人生起笑咪咪 ，Action。哦，这是一个女王风范。刷落来，咱准备好势啊！我想家己吹落爱欢迎咱第一届微电影的代言人杨桂珍小姐。谢谢。晚安，大家好。我的祖先是对长山来的，但是看呢，到我已经毋知是第几代啊吼。我呢是伫台湾出世，食台湾米，啉台湾水大汉，台湾的查某囝杨桂妹。真感动嘛，真欢喜嘛，真荣幸吼！咱公共电视台甲遐台北市的电影委员会受因的邀请来做咱即个台语微电影的即个广告。代言人我不要讲。哦，我老师甲我讲是代言人啊。我去还讲嘿，我替咱的微电影来广告吼。我自细汉伫咧厝就是讲台语，吼，因为台湾人嘛讲台语吼。后来读册，伫学校，老师讲台语爱罚钱，所以拢讲国语。然后呢，出社会了后，踏入咧业界，开始唱国语歌无问题，因为伫学校已经有练习啦吼。唱台语歌嘛无问题，这是我的母语啊吼。演国语的电视也是电影无问题，但是演台语的电视也是电影就有问题啊。感觉足奇怪，因为哦，咱的剧本是用国语写，国语爱翻做台语，咱无经验，所以有时啊直接翻过来时，就足好笑的。你干什么？台语要安怎翻？然后如果直接翻过来，安尼就真歹听吼。但是我无讲嘿，因为这限制级的。我才跟他讲出来。哦，袂使讲嘿。所以啊，以早演台语电视的时啊，常常就是因为国语剧本要翻做台语的，定定叫导演骂，吼，因为你就是翻袂好势，讲袂好势。但是迄当时我感觉我真有福气。我嘛真幸运，拄着林福地导演，嘿，林福地导演呢拍足侪咱的台语电影、台语电视剧吼。我拍伊的戏，常常拢去互骂，逐工拢去互骂，嘿。但是我若感觉吼，我愈互骂面皮愈厚，嘿，一直演嘛是演到即马吼。迄当阵呢，感觉家己的台语哪会普通时真练转。哪会演戏的时拢袂认真吼，感觉真自卑。尾后我拢偷偷走去林福地导演的后壁去看伊的剧本，因为林导演伊的剧本伊会改剧本，伊上爱改剧本。迄剧本改的时，伊拢会伫咧剧本的后壁写台语，嘿，我就徛伫伊后壁学台语，所以我即摆的台语应该是无问题。我会当伫咧戏内底台语的戏内底分出。有读书，吼，还是读普通的书，还是无读书，还是小丑啊，吼，还是迄各每一个无共款职业的人讲的话，并且呢，嘛会当分出台北的口音、下港的口音、中部的口音，嘿。我遗憾的就是，我客人的话袂晓讲。嘛袂晓听，其实我是1/4的客人，我的阿嬷是客人，但是我大汉的时，阿嬷就破病，所以我甲伊真少接触，所以客人的话我袂晓听。但是
你会晓讲哦。因为拍戏的时阵，其实我台语嘛是因为拍戏的时阵，互导演一直骂，所以安尼豆安尼哪考哪学。嘿啊。安尼你面皮嘛是真高，你搁用咧哭哪学嘛？对，因为就爱迄表演啊，所以迄语言足重要，我就学。语言哦，歹势。语言足重要，我就学。咱台语其实台湾话真深呢，咱国语的话要翻做台语有法度翻哦，但是有真侪咱真古早的台语要翻做国语，找无迄个名词通好翻哦。因为台语足深的，台语的深是有历史，是有人甲人中间迄种感情的水，甲环境的结合。所以台语其实是足水的一个语言。所以为虾米咱台湾人出去到外国，咱若讲台语，会晓听台语，甲国语的人拢讲哦，你是倒位来？你的台语哪会遮好听，遮温柔？嘿，这就是以前我甲林好田导演合作的时，导演讲你哦，为虾米我会叫骂？就是讲你台湾人台语讲袂好势，吼。查某囡仔人讲话毋好安尼直拢拢安尼，爱有 IQ。哦，爱较塞奶的意思是？对，就是 IQ 就是爱教，日本人讲的爱教，就是爱有 IQ 嘿，爱较温柔的，安尼毋才会得人听。哦，安妹姐，啊，你感觉着即马爱推展咱台语文化，为虾米遐尔重要呢？啊，因为我都讲细汉的时，我讲台湾话嘛，大汉了后呢，咱就是自然语、国语、台语三个讲安尼。但是咱即摆的囡仔呢，袂晓讲台语的。阮弟弟的儿子啊，伊即摆讲，姑姑你食饭未？食饭变食饭，所以伊即摆囡仔拢有一个腔。以早的台语是讲不一定，这个也是我对林福地导演遐学来，听伊后壁头学的，不一定是国语。咱翻做台语的时安怎讲？无一定。毋对，无一定是现代人讲的，这就是你对较羞，毋是，这就是你对剧本直译，就是你干嘛？你若直译就足歹听，这变直译毋是无一定，无一定是现代的台语。过去的台语无得确，无定着，是毋是？吼，对，董事长频频点头。对，所以呢，有当时咱演台语戏的时，每一个对每一个角色所讲的话，迄个话讲出来，就会当代表伊的年纪甲迄个年代。所以咱若要演日据时代的时阵，咱讲的台语佫无共，现代台语佫无共。所以你即摆要要求即摆少年人讲以早的台语真困难，真困难。足困难的，我感觉着啊。毋过我就有兴趣想要问一个妹姐，你以前啊，敢有参加过即款的，可能是评选的影片的去演，也是有做过评审老师啊？以前。你讲微电影吗？嘿啊，即款迄3分钟安尼学生来拍拼来做一个影院创作，啊有邀请过你无？我以前捌演过公共电视台，嘛是有提供互学生30分钟的，嘿，学生剧展。嘿，电视电影吼，嘿，拍过真侪，嘿。足有耐心的嘿。毋是我足有耐心，因为咱的政府甲咱的董事长，互咱少年人有即个舞台，咱爱甲因斗阵做，对无？安尼咱少年人才有机会，以后的台湾所有的艺术才有未来，是毋是？所以我嘛真感谢。公共电视台会当提供咱少年人即个舞台，互因有创作的舞台通好表现，嘛会当互咱知影讲，对因的创作的艺术的表现，咱会当了解讲，即摆的少年人对台湾是啥物感觉。对。啊，咱咧上尾啊，妹姐，咱会当邀请大家啊来参加即届活动，因为咱的征件的时间，为今仔日开始到4月。所以啊，今仔日2月25号开始，就希望大家来参加，咱会当替阮邀请一个安尼。好啊，真欢喜伫咧即个
非常紧张，非常紧张的传染病的时阵吼，咱公共电视台会当有即种遮尔好的惨啊！遮尔好的活动，你看，安尼也无剧本哦，嘛免回过来。遮尔有意义吼，咱栽培咱台湾的少年人，因为创作吼，还有艺术的表现，伫咧公共电视台即个舞台，希望咱对台湾有感觉，或者是讲咱的台湾囡仔，大家拢会当来报名来参加即个台语的微电影吼，3分钟，其实要讲一个感觉。诚困难，搁爱用台语来创对，作。而且爱搁规定用台语吼，希望大家迄落我啦、阮啦、你啦吼，唔好用着吼，唔好用着所在。我真看真侪戏的表现啦，真侪演员我啦、阮啦，吼，咱即三个名词常常名词吼，常常用唔着，安尼迄意思就无共款啦吼。其实我有一个。基金会，基金会嘿，过田文化艺术基金会，我嘛有咧做伙推展啥物？嘛有即个活动安尼啦。家己有一个基金会。嘿啦，但是我是无限定爱用台语啦，就是10分钟以内，吼，一部微电影我会提供伊40万。40万啥物时阵开始报名？已经会开始报名。开始报名。嘿，去过田文化艺术基金会的网络，嘿，你点入去，你就会看到，嘿，看到迄规矩安尼。就是互少年人有一个机会。对，迄微电影40万一支微电影，就是10分钟以内。但是我有一个规定，虽然我无规定讲一定爱讲台语，还是国语，还是啥物自由创作啦吼。但是我有规定，这微电影内底一定爱有一个资深的艺人。哦，资深的艺人。对。哦。一定爱邀请一个资深艺人。哇，嘛是互咱。咱是互咱的资深艺人搁再有一个舞台，互伊甲咱教，咱就是在电影内底有一个表现。真有意义的呢！哇，感谢杨惠妹小姐哇，今仔日互咱遮是咧大放光芒啊，影后气势。无气势，今仔虽然自细汉就是台语的养成，但是呢，即摆要完全讲台语吼。嘛是真紧张，无简单嘿。好，我要紧，今仔日就感谢迄杨桂妹小姐妹姐来到遮。毋过稍等一下哦，因为我要邀请咱所有的长官啊，即马要做一个启动仪式啦。嘿，启动仪式足古锥的，互媒体朋友嘛会当捕捉一寡动态的影片。好，接落来咱邀请咱陈玉秀董事长，搁有咱吕东熙台长，搁有杨淑玲副执行长，张义善副执行长，搁有阮的饶子娟总监做来上台。咱的饶子娟总监。咱吼，对啦，咱阮就是这实在是傻傻分不清啊。好，等一下咱做伙3、2、1的时阵退后。嘿，退后一个吼。是毋是有人甲我夹麦？我替你摕哈，这是真正会当卡啦吼。咱一个，我来哦，真好意思啦。感谢，我听个名就好啦，听个名就好。等一下3、2、1的时阵咱就做伙安尼 camera，OK？ 好，大家准备好无？好啊，好，来，3、2、1。微电影，台语微电影创作评审活动正式开始，耶！感谢大家。好，即马互咱两影师来替大家翕相一个，吼，替咱这个 camera 的板板做伙来翕相一个。嘛，足感谢伫咧这个防疫时期，大家让咱咧共襄盛举。好，看迄头前，吼。嘿，倒手边，好，正手边。
手边的念名书，还佫有看来中嘛足侪念名书今仔日来。后壁嘛是有足侪摄影大哥，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好，咱合照的部分 OK 啊吼。好，接落来邀请妹姐单拍，嘛感谢所有的长官，感谢您。妹姐看你拣一个你介意的牌，吼。好。来看中，架手柄，好来看一个倒手柄，好，倒手柄搁一摆。中搁看卖一个，小肉肉看多一点。安尼好啦，安尼，我这么兴奋在送啥吼？你要换一个牌无？还是你就摕这换一个？想要换一个无？好。牌子休息一下，好，来休休困者，这样看会到你的身材，来最好。今仔日的服装嘛是苏少奇设计师的东西哦，伫电影内底、广告内底。倒手柄。架手柄，好，中搁看一个，好，咱的念名书拢有，翕到恁满意的相片无？有满意吼，若是无满意，可能等一下就变成1至0，我一直说上去。对，好，感谢大家吼。接落来咱嘛稍等一下吼，因为要做电子联访啊，嘛是伫咧遮吼。邀请咱陈旭书董事长嘛做伙来做电子联访。等一下有平面的访问，工作人员会带恁去一个房间。是要鼓励一个人有头进入这个世界吼，就是用台语来讲咱台湾上水的故事吼。当然这就需要时间来培养吼。时间来培养，你就爱互伊机会，互伊有顺。而且呢，互伊有迄个机会，伫这电视还是伫迄个媒体内底，互大家看会到，互大家看会到一不管是制作公司还是导演，无定伫下面伊要拍的。
影内底有通摇车的这种机会。啊，这就是互少年人机会，这种咱拢是咧公共电视有学生剧展，了有人生剧展，较起哩就有新创业。这地腔安尼一站一站，愈爬愈悬，愈爬愈有有通这个机会来展现伊的才华。这是上重要的精神是安尼，而且透过这个比赛，咱台湾上深上好的这个文化会慢慢累积出来。啊，这个慢慢邀请着妹姐来徛啦，对这个活动充满这个。哦，当然，这是阮的缘分。有通邀请着伊吼，不管是金钟咯，啥物奖遐尼济吼，由伊来代言吼，对这个意义真深吼。这嘛是我的荣幸。啊，我想讲，遐尼重要的这个比赛吼，由妹姐来担任，我想真济少年人看到伊嘛会意外的。妹姐伫咧鼓励讲少年人创作这部分，而且这是一个演员，对少年人创作家有啥款的鼓励？因为我感觉就是咱的电视台有互咱这个机会，吼，然后咱来把握这个机会，甲咱所想的、所想要对外国的世界，讲咱台湾的水、台湾人的人甲人中间的感情，以及咱的文化，咱会当透过咱的影片，安尼真温柔向世界来讲，咱台湾是台湾人是做啥款吼的感情，安尼是上好。所以呢，咱的少年人，既然咱有舞台，咱就爱把握，爱紧来报名啊参加。啊，少年人烦恼讲，即阵在理工内底等边咯，因为即届比赛有88个成分拢必须爱用台语来底。我感觉迄就是家己一种的磨练，嘿，甲一种的经验。以前我嘛是袂晓讲台语，我有讲过，就是我国语的剧本要翻做台语嘛是真困难，但是你就是爱问啊，爱问人请教人，嘿，毋管是厝内底是大人，或者是伫个社会上的人士，咱会晓台语足侪，咱公共电视有一个台语台，就有足侪老师会当教，嘿，所以嘛会当请因去做语言指导的老师，嘿，啊无嘛来问我嘛会晓。好，谢谢，谢谢。好，那个。我很想问在座的每一句都听得懂。感谢大家。